好，来继续要来讲台中港务分公司的船塢。这个船塢就是伫个岸边咧做船甲修理船的所在，使用到达42吨咯。这个港务公司开6000万内大改造，要来提升到维修的能量。 这大空间别墅是船只临时的撇风港，其实这是台中港修理船的所在。海水甲冻起来了，方便作业人员维修甲保养船只。不过使用到今麦已经42年啊，效能甲成本拢会检讨。屋门挡起来之后，然后利用抽水机把海水抽去，啊，主要就是它有一些那个抽水机跟门框啊，还有带缆脚机的部分都已经老旧了。 为了好准备维修的效能提升，台中港务分公司开6000万买新的设备，嘛提供就近离岸风电产业船只的良好维修的所在。增加了3台的抽水机，好来节省那个抽水的时间。屋门的话，在中部地区其实。 只有台中港这边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屋门，这是中部唯一会使提供规万吨级的准备维修的大型所在。港务分公司定期派人去巡视，希望讲会使提升服务品质。好，来。